面对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各县市纷纷制定相关主题条例，希望一步一步朝向减量目标。对此，议员陈丁以台北甲桃园2030年定出减量40%的目标为例，质疑台南立法进度如何，要求尽速定出草案送议会审查。同时嘛，因为立法牵涉的层面影响各行各业，要求一定要确保社会公正转型。台南市过去我们是全国第一个2012年全国第一个订定台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条例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是站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应该站在比较前面但是其实如同刚才局长所讲的其实6都里面目前大家在针对净零永续这件事情都有在提出相关的草案，除了桃园以外。台北市3读通过，但是因为抵触法规，所以被中央退回，还在检讨。那其实台中、新北、高雄、台南其实都是草案的这个阶段，都是我们是草案的阶段那其实有2个县市已经进入这个议会的审查啦那到底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涵盖6大核心项目，不管是要实质降低碳排、发展绿色运输、加速推动绿能，还有提升调适韧性、优化节电设备、循环有序生活，其实项目很广。是各局处的那想知道说，那我们目前的进度何时才会进到议会来实质审查？我们6月开完再一次公听会之后，如果有共识的话，我们预计8月到10月的时候送进议会。好，预计就是下一个会期应该可以进议会啦。好。因小饼碳排减量，议员进一步建议政府要释出公有地、甲厝尾顶来提供民众集资兴建公民电厂，和发展家里在地社区，用公民的力量，伫能源转型过程提供另外一项选择。对此，市长吴美婷嘛表达认同。您刚刚讲那个概念很对，就是说，刚我们要设一个室内打击场，可是钱不够的厂商认为北河，政府就可以补贴。是，补贴那我们可能就不用花那么多钱是来盖风雨球场，那厂商也可以得到他想要的合理利润。是，所以这个部分，所以我就请要唐伟哲市长，我们台南市是不是应该来加速推动这个发展公民电厂？因为在台南其实真的应该几乎是没有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台南市是不是可以加速的来推动？我愿意来推动，而且要扭转这种以盈利为目的。像目前为止，我们学校的风雨球场，它不但是有风雨球场，厂商可以获利，那学校也可以拿到回馈。好。嘉义台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低碳城市的优势，议员期待减碳脚步甲目标应该比其他县市较紧较悬。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